Hello，大家好。我最近喺拼多多嗰度咧，就買咗一個便攜式攝像機，以後就諗住咧做一個系列咧，就將一個攝像機掛喺自己嘅心口度。咁我就係開始拍攝嘅時候咧，就邊行邊走，解放自己嘅雙手去拍。到時咧，主要都係靠我嘅口播能力啦，即係去做呢條片噶啦。唔會揸住部機咧，拍住自己嘅樣係咁噏，因為咧我隻手要攞嚟做嘢嘅，可以完全解放到自己雙手。試下憑住自己嘅口播能力，可唔可以真係做得起自己 channel？唔緊要啦，反正又唔係話特別靚仔，雖然我靚仔過姜濤嘅。好，希望大家期待我嘅邊行邊走邊拍系列啦，隨身拍系列啦，簡稱。一個隨身拍系列能唔能夠為我 channel 帶嚟新嘅火花呢？希望大家拭目以待。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玉兄弟》。依家開始咧進行呢個隨身拍嘅第一擊。今日就想講下啦，香港藝人。香港藝人老一輩嘅老前輩啦，就好似將星隕落咁啦，一次過死咗3件。第一個就 Ben 史雄啦，跟住就甄子強啦，仲有一個就係馮淬帆啦。呢啲都係老戲骨嚟嘅。真係佢哋死嗰陣時都未到100歲，喂！呢個年代都未夠100歲就死喎，其實真係生命好苦短咯。其實我都覺得咧，大家應該要及時行樂嘅。今朝有酒今朝醉，飲咗先，你又唔知即係聽日咩事嘅，就好似佢哋咁，哇！佢都唔知，好地地咁樣話病死就病死，話瓜咗就瓜咗，係咪先？所以真係咧，好似無人知嗰句説話咁只爭朝夕係啱嘅。因為生命短暫得嗰3萬幾日一個人生盡量令到自己開心啲食好啲，着好啲，食落個肚度咧，其實就乜都值嘅起碼食落去個胃攝取嘅營養係你自己啊嘛，係咪先？個味道嘅享受，個味蕾嘅觸感都係自己啊嘛。能夠令到自己生產多啲多巴胺，令到自己開心都已經值啦，係咪先？咁着衫更加唔使講啦，你溝女吸引異性見你着得靚靚仔仔都自己擁埋過嚟啦。正所謂人靠衣裝就佛靠金裝，呢必須嘅，啲錢一定要使咗就唔好心痛因為錢係攞嚟使嘅亦都必須要及時行樂，知唔知大家？呢啲老一輩嘅演員啦，佢哋為呢個香港嘅演藝界咧帶來咗唔少嘅貢獻啦。佢哋嘅死絕對係依家碩果僅存香港演技派嘅資深演員嘅一個損失，因為佢哋的確曾經為我哋帶來唔少嘅歡樂。Ben 史雄都演咗好多好有趣嘅綠葉角色都幾得意幾有趣。馮淬帆佢老一輩嗰啲咧嘅方法式演技咧，有啲角色又演得幾好笑嘅。我記得有一幕咧，唔知邊套戲啦，年代久遠，佢演嗰個角色咧就唔知俾人整蠱定點啦，跟住咧就好似俾人打咗個針，跟住就好似有嗰啲咧肌肉萎縮嘅症狀，跟住咧隔離嗰條友咧就介紹俾啲朋友話佢弱智大家可以唔使見怪。跟住我即刻笑鬼咗出嚟咯！屌，佢嗰啲方法演技係搞笑，不過佢個人咧就可能太過重視咧政治立場等陣先，我搞一搞啲嘢先。Hello， 係外賣，係掛喺度我。好，買咗。咁就依家可以用隨身拍呢個方式咧，一路做嘢。一路進行口播，純粹靠我嘅口條能力啦，即係去表達我自己想表達嘅嘢大家都可以有多段片睇下。講到馮淬帆佢有政治立場，其實政治立場呢一樣嘢，我覺得同咧睇波係一樣嘅。喂，有啲人中意英格蘭，有啲人中意德國，冇所謂嘅。我哋即係就算點樣即係據理力爭，話自己嘅球隊幾咁好，都係冇用嘅。因為我哋拗贏咗，或者我甚至乎突出即係對家咁點嘅唔會有錢收噶嘛。我哋唔係落場搏殺嘅球員嚟嘅，首先我哋要明白冇既得利益嘅，所以得個吹字嘅啫。就千祈唔好為咗所謂嘅立場就揼人惡意攻擊人非常之唔值嘅，亦都好笨柒嘅馮淬帆先生因為佢國民黨粉絲所以佢就好早就移居咗台灣啦。
不過我個人覺得都係一種損失嚟嘅。咁你身為中國人，咁你移居寶島，雖然嗰度都係中國地方，但係大陸係始終地大物博啊嘛，亦都係文化嘅根源嚟啊嘛。咁翻自己嘅一個更加大嘅地方度住會比較好咯。我個人嘅見解。不過佢選擇一定反共又話依又話路咁啊，冇所謂啦。反正政治立場嘅嘢對我嚟講，只要你唔涉及到我個人利益，我係唔會嚟嘅。真係，因為我哋係觀眾，唔係球員，冇必要互相為咗所謂嘅立場咧而搏殺嘅。大家話啱唔啱啊？咁就大家理性看待啦，係咪先？咁啊，不論點都好。呢3位演員啦，咁包括甄志強啦，甄志強我就記得佢演過展超，咁演技都唔錯嘅，就不過比較少睇，都點都好啦，已經呢3位是但一位啊，我可以話佢哋嘅演技已經吊打咧，依家所謂嘅年輕一輩嗰啲 TVB 演員，依家啲 TVB 演員都唔知演乜，我自己就絕對唔會因為咧睇佢哋咧有幾靚仔靚女咧而開部電視去睇佢嘅。冇演技又唔得㗎啦嘛，啲劇情更加唔使講啦。TVB 不嬲都係拍撚埋晒啲9唔搭八嘅嘢啦，係咪先？咁在此都要講句 RIP， 咁希望呢3位早日上到天堂啦。咁係啦，下世咁再做多再投胎做一個出色嘅演員，為我哋帶來一啲更加理想嘅作品。好，今次金田片就去到呢度，咁希望大家中意我哋隨身拍嘅系列啦，因為能夠解放雙手，即係任我行咁樣即係去講咧，會更加有效率出片啊嘛，咁可以拍多啲片俾大家睇啊。好，呢條片去到呢度，我哋下次再傾，拜拜。